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昨日拜六啊。 运到回 AZ 疫苗59.4万剂，这是咱的政府家己购买，讲这个效期敢若到11月底，甘做未了咧。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夫人陈佩琪是伫个面册来呛声。啊，虽然指挥中心讲会啦，一定做未了啦，也毋过民众党的立委罗香玲是跳出来讲，依照这个国会疫苗调阅小组要来调看疫苗的文件，甲 AZ 采买合约。 所以来发现讲，当中有高达1/3的文字拢互划掉了。伊质疑讲，这个卫福部提供的资料根本就是在应付。大家来台表决，下课了，有下规则有这样规定。国会疫苗调阅小组伫今年3月通过成立，不过今后立委跳出来讲，卫福部提供的相关疫苗的文件无齐全。前天我也到这个。 立院的疫苗调阅的工作小组去调阅了相关的资料。那针对 AZ 的合约呢，我也认真看了一下，基本上我想很失望里面大概有1/3都是用这个黑色的这个方式呢把它掩盖掉。会去调疫苗相关资料，拢是因为7月9日第13批疫苗扣掉。 检验的时间剩10多天通知，罗香玲本来要看合约，意外发现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调阅对于国会来讲，无法发挥实质的监督。那我个人觉得呢，对国会的调阅是非常的敷衍。是谁同意、愿意接收这一批机器品的？到底是陈时中吗？还是又是经过什么小组会议？这个会议记录是不是要让大家来看一看？疫苗调阅委员会里面呢，是所有参加卫福委员会的委员都同意的状况之下，我想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个国际疫苗的采购合约一定要遵守我们国际上面采购合约应该有的法律程序。 这个一名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夫人陈佩琪伫面册写讲，注入身躯的物件，应该无人希望讲要到期的物件，唔通伫11月中拢等候台北市后来再搁讲台北市拢做无了。我昨天看听那个庄人祥在讲，奇怪，他是这种智商不到70是，所以要找理由要找好一点的。一听的那些白痴的理由，能够认错就好了，那啰里吧嗦讲一大堆干什么？进前则讲要到期疫苗应该互立委申注。 即摆佫要求中央认错，伫疫苗相关的议题，这个郭文泰毋捌点点无讲话。